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4月2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小米汽车，聊一聊这个3月29号发生在安徽境内在铜陵中阳段高速路上一起车祸一辆苏7撞上了这个水泥灯发生一个交通事故，导致3名在校大学生这个不幸离世这个事情最近在网上也受到舆论的关注网友非常关注这个事情大家都在热议这个事情让网友这个比较关心的不仅是这个新能源汽车本身有很多这个诟病的地方，最主要是这个小米他这个对这个车祸的态度似乎给他平常这个所立的这个人设这个在这个消费者中树立这个形象似乎有所偏差。大家对此疑惑不解，表示不满。这个事情是3月29号晚上10点40多发生的。当然了，作为这个汽车厂商他们是第一时间就接到了事故这个报警。根据这个小米汽车官方的说法它这个自动就联系了这个车主，但是这个事情给人感觉一直是被蒙在鼓里面，就是大众对此并不知情，网上很少有人讨论这个事情，直到3天以后这起车祸才被大众所关注，所以让人就感觉这3天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不是汽车厂商又发动了公关，到处删帖，到处去控制这个舆论？也很多网友在网上也看到了这个3名这个遇难者的家属他们肯定是拼命的在网上发声在社交媒体上去这个陈述就是当时的这个现象或者这个事故但是据说呢，他们的这个社交媒体账号呢不是被禁言，就是被限流，要么就是帖子被删等等吧。我看有网友说在一些群里面有一些传播，实际上在30号我在网上也看到相关的新闻，只是说有一辆小米的汽车在高速上起火有3个人被这个车祸遇难，但是没有太多的关注，也就是当时就没有热度。但是这个事情到了4月1号突然就热度就爆发了，这给人感觉就是有人想误他，但是没有误住，这个事情终于浮出水面。这个也导致小米的股价昨天跌了 5%， 今天开盘就跌 9%。 我在昨天那个节目里面，胡适的节目里面，我也顺便谈了一下小米这个事故所以今天我要继续再谈一谈。因为昨天夜里应该10点半，这个10点正好是那3名女孩就要出事故的那个时候，雷军通过微博发了一个回应，他发了一个微博，我们看看雷军他是怎么说的。他说29号晚上这起事故我的心情非常沉重，3位年轻女孩不幸离世，这样的消息对他们的家人朋友乃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难以承受的悲痛。我代表小米表示最深切的哀悼，也向他们的家人致以诚挚的慰问。说实话这个雷军他的心情我相信肯定是沉重的，他的这个哀悼慰问也是诚挚的。但是遗憾的是他没能在第一时间对吧表这个态，这个不应该。但是似乎他也有他的说法他说我们的团队第一时间成立了专项小组，30日赶赴现场，31日配合警方调取并提交了我们掌握的车辆数据。由于事故还在调查，我们一直没有接触到事故车，很多问题此刻还没有办法回答。我说实话雷军这个微博就他这个回应多多少少还有点避重就轻还有那么一点转移视线的意思。不知道他这个回应是他自己写的还是公关部帮他写的。他下面也说他说等到此时，我觉得我不应该再等了，我必须站出来代表小米承诺，无论发生什么，小米都不会回避，我们将持续配合警方调查，跟进事情处理的进展，并尽最大努力回应家属和社会关心的问题。你看他这个说法确实让人感觉有点回避的意思。他说等到此时，我觉得我不应该再等了。那言下之意就是这个事故发生以后他一直在等，我不知道他等什么就是小米汽车作为一个消费者对吧，这个比较喜爱的一个品牌，或者就是小米自己的这个拥趸对吧，粉丝，这个小米的消费者他们喜欢的一个品牌，而且这个小米也不遗余力的打造这种形象对吧，这种人设。那么作为小米汽车出了事故，3个人
年轻的生命啊就这么没了，你不管什么责任啊，就先不要管这个事故的原因，也不用管说谁的责任。首先，作为这个品牌厂商，第一时间对3位年轻的女性啊这个离世表示哀悼，表示痛心。我觉得这个你不需要等啊，你等谁的指示啊？你等什么呢？这我不知道，这个小米啊，不知道它是发展的太快还是发展的太顺利。我觉得它这个公关啊是不及格的。很多人说啊，我看网上有人捧臭脚啊，说这个雷军的这个回应天花板级的、教科书级的，但是我没有看到天花板，我也没有看到教科书，我只看到了这个回应呢，实际上是暴露了小米公关、小米的这种应急啊不及格的这种事情啊。作为消费者，在苏七对吧？这个车上出的事故，品牌厂商小米啊，对这个事故表示哀悼。这个还不涉及责任，还不涉及什么其他的问题。所以这个啊，第一个，这个雷军的回应啊，就暴露了他这一点。他说我们不能再等了，我也不清楚啊，你在等什么？你表示哀悼，这个还需要等吗？需要谁批准是吗？这个雷军的承诺啊。他说他代表小米承诺，无论发生什么，小米都不会回避，我们将持续配合警方调查，跟进事情处理的进展，并最大努力回应家属和社会关心的问题。他这句话呀，和这个前面的心情非常沉重啊，表示最深切的哀悼，诚挚的慰问，就这个态度啊，他应该在事情发生之后啊，第一时间就向社会、就向公众公布表达。结果啊，他是等到3天以后，所以给人感觉就是似乎他在隐瞒，他想把这个事摁下去，但是没有摁下去，被迫站出来做这么一个表态啊，这是我感觉到的，我认为他有被迫的成分呢。所以我对雷军的回应啊，我的评价是，虽然态度很诚恳，但是时机错过了，显得是亡羊补牢，反而显得他的心不够诚恳。当然了，我们要说啊，有网友说这个死者家属啊，说到现在为止，小米都没有人去联系他。这个小米也做了回应啊，这个小米汽车他的回应是，网上传闻安徽事故发生后，小米官方为什么不联系家属？他这么说的，他说碰撞发生后，我们立即与车主取得联系，了解到非车主本人在驾驶，同时紧急救援呼叫车上乘客，并报警呼叫120急救服务。你看啊，这个就说明小米他应该是第一时间知道车祸。但是他这个回应啊非常有意思，他说这个车祸发生以后啊，他说碰撞发生以后，他立即联系车主啊，知道原来不是车主在开着车，好，他就不再联系了，然后仅仅是跟车上的乘员联系，联系结果他没说，那车上的3个人你怎么联系啊？然后小米说他报警呼叫120急救服务，这个都是啊他本身就应该做的。你看他这个回答啊，听众啊、网友、观众是说你小米为什么不跟人家家属联系？3天了，你看他这个回答能让大家满意吗？首先联系车主，不是车主开的，结束。完了联系车上乘员，联系不上，结束，没了。然后他下面啊，你看啊，他说3月30号，我们的专项小组赶赴铜陵，在警方的指导下，积极配合调查、取证等各项工作，并于31日晚依法向警方提交完成我们所掌握的车辆行驶数据及系统运行信息。这是第2天啊，他干什么呢？第2天他是跟警方配合，赶紧把这个事故车的一些数据信息提交给警方。你还是没有跟这个家属联系啊，给人感觉啊，他好像是在极力的给自己举证啊，撇清自己的责任，赶紧把这数据的提交给这个警方啊，跟我们没有关系。那这个是我们推测啊，还是没能回答这个网友的关心的问题，为什么不跟家属联系？3月30号，这个在警方指导下，我们尝试于4月1日下午啊与家属会面。你看一拖就是第3天了。截至此次答网友问发出时止，我们仍在等待会面通知。我们将在警方许可与指导下，全力协助善后事宜，并提供支持与帮助。你看啊，这个小米官方的回复依然是避重就轻，依然是给人感觉是想企图啊把这事压下去。这个有点像这个司马南老师啊，司马南老师被这个国税总局啊认定偷逃税款是蓄意啊，对吧？那个媒体都报道了，结果司马南老师啊，他把锅一甩到 MSN 机构身上，对吧？说那个是 MSN 机构没有替他代扣，你看这锅甩的。小米啊，学的就是司马南老师这一招，把锅一甩到警方身上了。
他说3月31日，在警方指导下，我们尝试于4月1日下午与家属会面。那有没有会面成功呢？显然没有。他说，截至他发这个问答的时候，还没有会面上，我们仍在等待会面通知。你看他这个回复啊，那意思就是警方啊没安排好，警方还在中间不知道协调啥，我们得听警方的，我们不能跟家属直接见面、直接联系。所以你看啊，是不是小米公关还在这儿替自己狡辩？也就是公众啊，实际上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的小米的是一个态度，就是你第一时间你站出来，对吧？是对这个遇难者表示哀悼，表示对家属表示慰问。第二个表明态度，该小米承担的责任，小米绝不会推脱。剩下的按照程序啊，对吧？在警方的这个指导下，再一步一步推进。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正常的一个处理这个流程的。但是小米官方啊，跟雷军本人这个处理手法，他现在没能跟家属直接联系，把锅直接甩到警方身上。这个事情啊，我也能理解啊。也就是说，这个事故一发生啊，小米马上就联系人家家属。这个首先一个就是他没有这个联系方式，这是一种可能啊。但实际上以小米的能力拿到家属的联系方式不难，因为车主的信息他有，车主是认识这些家属的。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个。也就是说啊，小米拿到那个就是开车的那女孩的母亲，这个车主啊跟那个开车的女孩不是男女朋友关系吗？按照网上说法啊，这个车啊是那女孩的母亲买的，贷款买的，但是由于她女儿啊还在上大学，没有贷款的资格，所以就把这车落户在她男朋友名下。所以网上有很多种说法，有的说是她男朋友买的，送给那个女孩的，但是据这个家属说啊，是她自己花钱买的，只是落户在那个男朋友名下。那这个男朋友他应该是吧，知道这个他女朋友妈的联系方式，这个应该可能性比较大吧。而且据那个女朋友他妈这个说法啊，他们也是当天晚上就得到消息，那谁告诉他的呢？所以说来说去啊，就是小米跟这个家属是有联系方式的，就是或者说是可以取得联系方式的。那为什么他不直接跟人家联系，至少先表示慰问？就是你先不要说是责任是谁，先作为一个品牌的吧，作为一个厂商，你对你的消费者表示哀悼，后面表示对吧？你要立场，就是一旦是小米的责任，绝不推辞，绝不推脱，对吧？请家属放心。接下来对吧，就由有关方面啊，警方去调查原因啊，全力配合。但是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流程啊，被小米玩成这样，最后他还要树立一个老好人的形象啊。今天这个资本市场这个反应啊，实际上就是公众啊对雷军对小米这个官方回应的一个回应，就是大家拿脚投票。这个公关啊，公关没有什么技巧，公关讲究的就是态度，公关讲究的就是责任，公关实际上来不得半点这种阴谋诡计啊、小伎俩。这种小伎俩特别容易引起反噬，更加容易造成就是火上浇油，引起网友的不满。实际上这个时候网友家属，我们不说家属吧，先说网友，他要的就是一个态度。雷军这个态度啊，晚了3天，至少晚了2天。晚了2天之后呢，还在狡辩呢，还在避重就轻。小米官方的回应甚至把责任推到警方头上，没有一条法律规定啊，说这个事故发生之后，你小米跟人家家属联系，打电话表示哀悼，表示立场，表示我绝不推辞推脱责任，说这是犯法的，没有这一条。我们也得实话实说啊，就是这个无论什么车啊，无论多安全的车，它都会有可能啊发生各种恶性事故啊，交通事故，这个也很正常。尤其这个车的对吧，这个销量越大，那它出现事故的这种可能就越多，这个也属正常。但是啊，涉及到是新能源汽车，确实有它跟这个油车啊不一样的一些地方。这个我在昨天节目也说了，新能源汽车啊，由于这个过度宣传，我说这是过度宣传，导致这个消费者啊，他对这个新能源汽车这个安全性啊，他认识不足。就是这个作为消费者，他只看到这个车的优点，而有意无意的忽略了这个车的这个致命的弱点，而这一切都是新能源汽车这个营销导致的。所以我认为是过度营销造成的。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这个辅助驾驶或者叫智能驾驶，你比如说啊，有网友问这个小米啊，说这个事故发生时 AEB
等主动安全功能是否触发。这个 AB 功能啊，也就是叫紧急制动功能，就是一旦遇到这个突发状况，车能自己紧急制动。你看这个功能是不是挺高大上的？这个小米回复啊，他说啊，本次事故中 NOA 提示注意障碍后启动减速，约1秒后驾驶员接管 NOA 功能退出。咱先不看这个了，这个涉及到这个责任之分了。NOA 提示注意障碍，然后马上自动减速了开始，但是由于这个驾驶员接管，就1秒后他驾驶员接管了，这个 NOA 功能就退出。那言下之意就是下面的驾驶员自己干的，跟智能驾驶没关系。这个到时候有专家去确认啊。它下面也有一个说，小米苏7标准版由前向防碰撞辅助功能，包括碰撞预警和紧急制动，就是 AB 2个子功能，作用对象是车辆、行人、三轮车3类目标，其中 AB 功能工作速度在8到10 135 km， 也就是说8到135公里每小时都起作用，但是这个作用只对3种东西，一个是汽车，一个是行人，一个是三轮车，只有这3种东西起作用。它说这个功能啊，和行业同配置的 AB 功能类似，也就是说啊，全行业有这个 AB 功能的都一样，只对汽车、三轮车、行人起作用。目前不响应锥桶，也就是那个三角锥啊、水马、石头、动物等障碍物，也就是这个所谓的紧急制动功能，你对那个前面看见那个水马或者是三角锥，甚至水泥墩，它不起作用，对牛羊也不起作用。你说这叫什么事？问题是营销的时候，它在营销它的紧急制动功能 AB 功能的时候，它是不会说我这个对水马、对石头、对动物是不起作用的，它只会说啊，我这个遇到障碍物它能自动紧急制动，然后它在这说明书里面，对吧，会写上这一行，哎，不响应锥桶、水马、石头、动物。这就是我说的过度营销啊，就是它过度的营销它的好处，对车辆、对行人、对三轮车，它能紧急制动，让这些消费者啊，让他的粉丝啊，只看到它的好处，不会去看哦，原来啊，它撞电线杆它可是没反应的，对吧？撞水泥灯它也是没反应。那这次这车不就是撞上水泥灯吗？你说这是不是它过度营销导致？就是这种营销啊，它只讲优点不讲缺点啊，缺点都写在说明书里面，反正你也不会看的。这就和他买房合同一样，对吧？你买房的时候，那销售讲的是眉飞色舞，讲这个小区，讲这房子，讲这风水特别好。但是他那个销售合同里面有一行写着啊，咱这个小区北面有个陵园，你大部分人不会仔细看，那个卖房合同多的几十页，对吧？那销售说，哎，你在这儿签字，那儿签字，那儿签字，你根本就没时间细看，也很少说有人拿回去说，我一个字一个字看完之后再签。都是被销售一忽悠的，在那儿就开始签完之后，等到搬进去住的时候，发现啊，窗户一推开，对面是墓地。卖新能源汽车更是这样，叫过度营销。哎，卖房子过度营销还不要紧，死不了人。你这个卖车可不一样的，涉及的是安全的。恰恰啊，这个女驾驶员她就是对智能驾驶、对辅助驾驶特别信任。这个是死者的母亲自己说的。她为什么对智能驾驶这么信任呢？还不是这些企业过度营销吗？关于这个新能源汽车过度营销啊，这可不是我说的，这个可是经济日报说的。喉舌2025年3月22号，经济日报专门刊登一篇文章，说啊，车市营销浮夸之风不可长。经济日报对吧？这个绝对的喉舌啊，这可不是咱在编呢。说近期啊，有车企在发布会上表示，一种新型闪充技术能让新能源汽车补能速度超过燃油车加油速度。他说不过啊，这样的营销攻势很快引发业界质疑，理由在于这种快速充电技术究竟能充多长时间，对电池伤害有多大，现有车型适不适合，企业语焉不详。你看啊，就只说优点，不说它的局限性。毕竟一项创新成果能否实现大规模产业化应用，不能只看单一技术参数，更需要技术、经济与安全的多维度平衡。如果只是个别车型，在极端场景才能落地，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如此大肆炒作，难免给人留下夸张营销的印象。车企的浮夸营销话术，也许短时间内凑效，获得流量，引发人们的关注和热议，但浮夸风就像一把双刃剑，也让越来越多的
普通消费者难以分辨虚实，不知作何选择，损害企业品牌形象与消费者信任，进而影响企业市场地位和长远发展，其危害不容小觑。你看看这个新能源汽车啊，是不是一个比一个能吹？要说到这个互联网营销，那小米啊，绝对的是前三甲。我觉得现在啊，实际上就是小米过度营销的反噬。小米这种过度营销啊，实际上把它的这个用户群啊，消费群体就锁定在非常年轻的群体，年轻化。你看他追求这个速度，追求这种外观呢，对吧？非常适合年轻群体。大家还记得吧？我记得有一阵子网上不有一个年轻人提了一辆苏七嘛，然后跑去那个什么摩托车车友群里面跟人家兑现，要比飙车100米加速。后来结局就是这哥们儿开车去捅了多少个人呢？也就是说，你小米你这么营销，你最后把车卖给谁了？大学生在读大学生贷款买车，这倒是好像响应了国家的号召啊，这个消费。但是我总感觉不是那么回事啊。这个小米啊，小米汽车要想走得更远，还是需要这个踏踏实实啊，还是需要这个态度要诚恳，不能靠这种人设啊，树人设塌得快，也容易被反噬。我就想啊，咱们新能源汽车都有个毛病，就不用说你说它不好，尤其是国产，你只要一说它不好，马上首先第一个，他的粉丝会骂你，对吧？你一说小米汽车不好，马上有几个小米汽车的粉丝啊，就在下面阴阳怪气。你要说华为的这个，对吧？这个汽车不好啊，你要说比亚迪的不好，都有人会骂你。国产车不好，马上就有人喷你，就不用说你说这个，实际上这是非常对企业非常有害啊！我在想啊，如果小米汽车，对吧？这个网上这种讨论的环境比较友好，有人说小米汽车好，智驾怎么好 ，AEB 怎么好，但是就有人非指出来说你这个 AEB 有问题，对吧？不是特别好，因为你对水马、对锥桶、对水泥墩你不起作用。如果这样的讨论越来越激烈，那是不是让小米的这个粉丝、小米的这个消费者，他心里就有数啊？他知道哦，原来这个 AEB 功能啊不是万能的，而这种只能说它优点，不能说它缺点，恰恰害了小米的消费者，让消费者不知道缺点。因为你说其他的东西还无所谓，车涉及的是安全的，是要命的。这个就像这个国家这个经济一样，有很多这个正能量，小分小红，它只能你说它好，你要说这个经济不行，马上他就来喷你，说你唱空，对吧？也只有大家把这事情说清楚啊，你说这个经济很好，他说这个经济有问题，理是越辩越明。在这个辩论过程中啊，那么就有很多人他会对这个经济现状有一个更加清晰的、准确的一个判断或者一个了解，这有利于他做他的决策，该买房还是该买股票，还是该存钱，还是该怎么着？如果你一味的只说好，那大家就买股票，赶紧去买房，最后全被套住。所以说，国内的新能源汽车啊，这个舆论环境特别恶劣。我发现油车都没有这个现象。你说宝马你说它好，有人就说它不好，对吧？相对来说，这油车啊，这个舆论的这个环境啊，稍微健康一点，对吧？你说日本车不好，有人说日本车好，有人说日本车省油啊，不爱坏，皮实。有人就说日本车那个铁皮那么薄，一摁一个坑，你看这种讨论就让大家对日本车有个比较全面的认识，知道它的优点，知道它的缺点。但是你看新能源汽车，你别管是蔚来、理想，对吧？还是小米，还是比亚迪，你只要说它不好，对吧？大量的粉丝上来骂你。实际上这个不是保护这个品牌，实际上这个是坑了这个品牌，害了这个品牌。所以不光是小米啊，就是国内的新能源汽车要想走得长远，还是要务实啊，不要浮夸，不要过度营销。还是踏踏实实的把这个安全放在第一，对吧？把这个更多的研发经费用在这个车辆的安全上面，而不是用在那花里胡哨的那些功能，华而不实的，然后花在营销上面。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